山位於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嘅核心位置啦，去邊度都係相當之方便嘅，而且呢邊嘅樓價咧實在係太優惠啦。例如我身後呢個屋苑啦，單價只需6字頭啊就可以攞低啦。98平方嘅大三房，總價都係60萬咋。而且你睇下整個園林綠化咧，亦都係相當之優美，而且樓咧已經係全部起好晒㗎啦。咁我哋馬上入去睇下先。可以睇到我哋屋苑嘅隔離咧，就係旗江河啦，一線嘅河景單位。咁我哋樓下咧有萬億廣場啦，同埋1+1超市啊，食飯行街咧，亦都係相當之方便噶。咁我哋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咧，都係30分鐘嘅時間啦。到我哋沙盤嘅位置咯，可以睇翻係分咗2期開發㗎。咁1期咧已經係全部賣晒啦，依家賣緊2期嘅樓王單位，亦都係最靚河景嘅一棟單位啊！依家單價只需6字頭啊，首期嘅話咧10萬蚊唔到咧，就可以攞低一套大三房嘅戶型啦。咁我哋入去睇下先。嚟到我哋114平方嘅示範單位啦，南北通透雙陽台嘅設計，3.9米開間嘅大客廳啊。咁主陽台嘅位置咧，高層亦都可以睇到一線嘅江景啊。入戶門嘅位置咧，而且仲配備埋一個鋼琴室啊，亦都有2位靚女喺度彈緊琴。不錯呢套單位咧就係做咗4房嘅設計啦，每間房咧亦都係相當之實用噶。主人房做埋大套間，呢套返港珠澳大橋咧都係30分鐘嘅時間。咁依家單價6字頭就可以攞低呢套咁靚嘅單位啦。有冇興趣嘅朋友咧，評論區留言啦，我發詳細嘅資料俾你。